中國移動2026值得留意的兩個數字。中國移動在2026年有兩個值得投資者特別留意的數字。第一個是派息率仍然維持在6厘以上，這對於尋求穩定回報的投資者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吸引力。第二個則是增值稅的調整，由原本的6%上調至9%。這兩個數字分別代表了收益的保障與政策環境的挑戰，值得深入理解。中國移動多年來以穩健的派息政策著稱，即使在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，公司仍能維持派息率超過6厘，顯示其盈利能力和現金流管理相對穩定。對於香港投資者而言，高息股往往被視為防守型選擇，尤其在利率走勢不明朗的情況下，穩定的股息能提供一定的安全感。這也是中國移動在港股市場中被視為藍籌防守股的重要原因。增值稅 （Value-Added Tax） 簡稱 VAT， 是中國內地的一種主要稅收制度，原理是對商品或服務在每個生產和流通環節所增加的價值徵稅。以電信服務為例，當用戶支付流量費或寬帶費時，營運商需要按照規定的稅率繳納增值稅。過去，這類服務被歸類為增值電信服務，稅率為6%。然而，自2026年起，政策將其重新歸類為基礎電信服務，稅率上調至9%。這一調整並非新增稅種，而是稅目歸位。政策制定者的考慮在於，隨着電信服務已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，應該與其他基礎服務保持一致的稅率。舉例來說，假如一名用戶每月支付100元寬帶費，過去需要繳納6元增值稅，調整後則需繳納9元。雖然差距看似不大，但對於擁有數以億計用戶的中國移動而言，累積起來就是一筆龐大的稅負，直接影響公司利潤。這一政策變化的意圖在於強調電信服務的公共屬性，讓其與水電等基礎設施保持一致。然而，對行業而言，稅負增加可能令運營商在資本開支上更謹慎，尤其是在5G 升級和雲業務拓展方面。對中國移動來說，雖然短期內仍能維持高派息，但長期盈利模式或需重新平衡。市場分析普遍認為，這種政策調整不會立即改變中國移動的基本面，但卻提醒投資者必須把政策風險納入考量。部分投資者可能會視高派息為防守優勢，繼續持有；另一些則會擔心盈利壓力，選擇觀望。這正是投資決策中收益與風險的典型拉鋸。總結而言，2026年的中國移動既有高息股的吸引力，也面臨政策稅負的挑戰。派息率超過6厘，為投資者提供穩定回報；增值稅稅率上調至9%，則凸顯政策環境對企業盈利的潛在影響。這兩個數字正好勾勒出投資者在評估中國移動時需要平衡的兩面：收益與風險。對於香港市場而言，這樣的分析不僅是投資參考，更是理解中資電信股在政策與市場之間如何尋找平衡的一個縮影。免責聲明：本文所在資料僅供一般參考及討論之用，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專業意見。作者及刊載平台不保證內容的準確性或完整性，亦不對因使用或依賴本文資料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。投資涉及風險，讀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，應自行評估相關風險，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。本文不代表作者或平台的投資立場。